议员陈英丁表示，台南60个岁以上占整体人口比例是17.39%，显示高龄化比例落到第3，而且全国平均岁数是80.86，不过台南市却是80.55，比全国较低。议员烦恼咱高龄化，而且岁数逐当下降，到底是看下医疗环境，也是什么原因？6都里面，台南只有赢高雄，我们是80.55岁哦。那其实全国是80.86，我们的这个平均余命其实是低于全国平均哦。我想这几年都是这样哦。那其实我看到更稍早以前的资料，像104年，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是有高于这个全国平均哦。但这几年一直下降的情况之下，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哦？而且我们是老龄化的人口其实是一直在攀升哦，到底原因出在哪里？一路攀升到80.5，到现在都没有下降的趋势哈。我想这个就是因为疫情的稳定，还有本市床位充分的利用。那我想这几年我们在加强老人家的六癌筛检，还有 B 细肝的筛检，再加上我们65岁以上咀嚼吞咽困难障碍的评估，还有我们加强紧急医疗系统，包含外伤、心肌梗塞、中风这些。我想这是我们台南市能够平均余命一路往上走。我想一开始这就低于嘛，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往上走，我想很快就会黄金交叉了。虽然市府跨局处做真济努力，让平均岁数一步一步提升，不过针对2022年健康城市的调查，咱台南整体指标是6都排尾啊第2，以往嘛进一步多超都是努力目标。健康城市大调查，我们有许多指标是需要再精进的，但唯独就是发这个所谓的发钱的这个部分就值得我们在思考。我们可以发更多钱，可是又要做更多的这个健康的指标的事情，这也感觉怪怪的。所以说我们会如同议员你所说，在这2个中间做一个权衡。如何让长辈吃饱哩？议员嘛针对社区长期照顾据点的设立，包括大河、中楼、信安还是青草等里社区，不管是已经动土还是核定，也需要增加预算，拢要求市府加速时停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跟采访报道。